路加福音第22章，喺橄欖山上禱告。耶穌出嚟，照常往橄欖山去，門徒都跟隨佢。到咗嗰個地方，佢就對佢哋話：你哋要禱告，免得陷入試探。於是佢離開佢哋約有一塊石頭抌出去咁遠，跪低禱告，話：父啊，你如果願意，求你將呢個杯撤去。然而唔係照我嘅意願，而係要成全你嘅旨意。有一個天使從天上顯現，加添佢嘅力量。耶穌非常痛苦焦慮，禱告更加懇切，汗如大血點滴喺地上。禱告完咗，佢起嚟到門徒嗰度，見佢哋因為憂愁都瞓着咗，就對佢哋話：你哋點解瞓覺呢？起嚟禱告，免得陷入試探。